台中市太平区街路出现惊险的画面，一个查甫人，敢若是不班轿车的驾驶呢，违规停车停伫红线的所在。伊质疑讲，这台轿车影响到伊的亲人甲其他用路人员这安全。当这个轿车的驾驶要将车驶走的时，伊用拍伫这个引擎挂顶面，安尼车驶顶动，伊嘛佫拍掉咧，佫兼伫背手机啊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加在伊伫后一个路口就跳落车离开。即马警方除了讲针对这个违规停车要开罚单以外，嘛要找这个查甫人。穿黑衫查甫人徛伫咧轿车头前，甲车内驾驶细细念。就算轿车驾驶驶顶动，伊嘛是无要闪。后一秒，伊将跳起咧轿车引擎挂，互看到民众拢惊一条。落尾轿车打洞啊，查甫人嘛撸落来，毋过随个拍起咧引擎挂顶。轿车驶顶动，查甫人佫拍咧女手机啊，直到轿车伫咧后一个路口正过来时，伊才跳落车离开。我是看到照片，以为是碰瓷。太过激进了，真的，就是行为有点夸张啊。敲窗礼貌性的跟人家讲叫他移走吧，不然呢？代志发生的所在是伫咧台中市太平区金行头前路口挖角所在。警察调查，轿车驾驶当时甲车违停伫咧红线，要去金行内底领钱。跳起咧引擎挂顶的查甫人是质疑轿车违停，影响到因兜厝里人和其他民众安全。轿车驾驶当时心内想讲，钱领完就紧走，想到查甫人雄雄跳起咧引擎挂顶，甲伊高高甜。两个都有错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两个都要罚吧。并攀附在行驶的车辆中，直至下个路口才跳车离去。查甫人现在安尼做，警察当伫咧调查伊的身份。违停驾驶卖方开单，警察呼吁民众，若是发现交通违规行为，会当通知警察处理，避免发生纠纷，或者是造成危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